美国众议院外委会主席麦考尔带跨党派议员来台湾，这是总统赖清德就任了后头一个来访问的美国国会团。赖清德和萧美琴再起同齐来接见麦考尔，感谢美国对台湾的支持。未来新政府将秉持4个支持，并积极落实和平4大支柱行动方案，与美国及理念相近国家持续加深合作，共同维护区域的和平稳定与繁荣发展。Woman I, Taiwan. We're here on behalf of Speaker Johnson to show that the United States Congress, on a bipartisan basis, supports Taiwan. We are stronger when we stand together. I always like to say, 麦考尔致辞的时，佮特别用华语讲爱台湾，现场大家拢甲伊拍扑啊。赖清德和麦考尔针对印太和平，也佮有台美的经贸关系来交换意见。咱的外交部嘛感谢美国透过各种的行动来展现对台湾的支持，嘛希望咱会当佮加强合作的关系。